今天要从旧约到新约了啊，所以我们已经要从那个远古时期到比较这个近代了啊。好，我们一起来先唱一首诗歌186，我们来唱这个敬拜诗集的186。我们先来学这一首诗歌186，我跟随主。来唱186，我跟随主。好，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哈，来学这首诗歌186，我跟随主。好，一起唱这首诗歌，一起唱可以来。我愿跟随我救主，无论走何路。我在火湖谋生，清水长流之处。既有救主引导，我愿跟随主，一路跟随，直到头戴冠冕主。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在何地方，我愿跟随主。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何处主领我愿跟随。我愿跟随我救主，无论走何路。我与洪风暴雨，路途黑云相阻。有主亲手领我总不怕不后顾。患难我都不惧，因有主帮扶。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在何地方，我愿跟随主。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何处主领我愿跟随。我愿跟随我救主，高山或平原。我灵常愿与主亲近，跟主不离。他必领我安然奔跑，主众子经历，直走到我救主所应许福地。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在何地方，我愿跟随主。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何处主领我愿跟随。跟随主这个，我们在教会里面听这个词，但是其实跟随主它是有一个属灵的含义的。跟随的意思就是你要去学习你的老师啊，就是以前的古代的拉比或是以前的老师，他如果要收学生的时候，他会说来跟随我啊，所以你会在圣经里面看到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他会说来跟从我。那个跟随跟从就是来学习效法我的意思啊。那学生要做什么？学生就是要去效法你的老师，所以学生是学习老师的样式，老师是要求或是要能够引领跟带领学生能够来学习效法他，啊，所以一个老师跟学生的那个互动，在新约里面我们会经常看到，特别我们等一下如果进到新约圣经里面会特别提到有一个词，我们常常会听到的叫做门徒。那门徒这个词已经到现在已经被滥用到变成在教会里面变成好像门徒是一个就是常常听，但是又不晓得它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其实能够成为门徒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而且也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的。各位知道那个学那个黑手啊，手以前那个我的老弟哈，他这个念高职的时候。下课他都要去那个叫做去机车店去学那个，就是拆装摩托车啊，那个就是要去学习你的师傅，学你的师傅怎么去拆车，怎么去组装车辆，然后学到多久？学了3年的时间，
然后学了3年的时间，你才可能可以成为好一点的这个有技术的人，所以这个叫师傅，人家跟着那个师傅了啊，变成塞跟塞亚是不一样，塞亚是跟随的，然后塞就是他已经是可以成为别人的老师啊，所以这个是比较不一样的一个。我们在台湾是有这个词啊，但是在这个中文的话就比较没有这个表达啊，所以这个你就可以做一些的理解啊。所以跟随其实就是要去学习跟效法的意思。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为今天晚上的课程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给我们有学习跟效法耶稣的机会，让我们进入新约里面，要准备来学习效法我们的主，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跟随的门徒，无论在哪里都能够跟随主而行。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的圣经目录歌啊，因为今天已经是这个旧约的末了。然后新约的开始，所以我们新旧约都要来玩一下啊！好，请我们来翻开这个第一首，左下边这个圣经目录歌啊，我们新旧约都来唱一次啊，新旧约都来唱一次。好，一起来唱圣经目录歌，一起来唱来。创世纪、出埃及、利未、民数记、申命记、约书亚、士师路得记。撒母耳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以斯拉记，尼希米、以斯帖、约伯诗篇，箴言传道书，雅各、以赛亚，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但以理、何西阿书、约珥、阿摩斯、俄巴底亚书、约拿、米迦、拿红、哈巴谷、西番雅、哈该书、撒迦利亚、马拉基书。这个是旧约的啊，好，我们再来唱新约的部分，马太、马可啊，一起来唱马太、马可，一起来唱对，来，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使徒行传、罗马、哥林多、加拉太、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帖撒罗尼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腓利门、希伯来、雅各、彼得前后书、约翰3书、犹大启示录。好，这个就是我们的新旧约的圣经目录啊。好，那我们再从头来准备复习一下，我们从第1节课开始上的旧约圣经的分类啊。好，圣经分成旧约跟新约。好，那各位我们有记得旧约跟新约对不对？但是犹太人的圣经他们没有叫做旧约，他们就是圣经啊，就是 Bible， 就是圣经啊。好，但是基督教的圣经有什么？有旧约，有新约。好，那这个根据在哪里？耶利米说，将来上帝要跟我们立一个新的约，是刻在新版上，不是刻在石板上的啊。所以我们就有了分类了，旧约跟新约。好，旧约圣经总共有39卷，新约有27卷。好，那我们的圣经的分类里面，旧约圣经有律法书，有历史书、诗歌、智慧书、大先知跟小先知啊，这个应该都有复习过，应该都很清楚了啊。好，律法书当然就是摩西五经，这个都已经很清楚了啊。然后约书亚记一直到这个以斯帖记啊，这个都是叫做历史书。诗歌、智慧书从约伯，还有呢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这个都是叫做诗歌、智慧书，有诗歌体的。好，大先知有5个大先知，这个以赛亚书、
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但以理。好，耶利米哀歌虽然是诗歌体的书，但是它没有放在诗歌智慧书里，它是放在哪里？它放在先知书里面啊。好，小先知就从谁开始？何西阿，一直到这个这个马拉基啊，马拉基到小先知书。好，那犹太人的圣经分类只有3个部分，一个叫律法，还记得它的名词吗 ？Torah 有没有？啊 ，Torah 就是律法书。好，然后先知书一样，先知书啊，有大小先知书，他们统称叫做先知书。好，但是历史书跟智慧书、诗歌智慧书，他们叫做圣卷，啊，这是神圣的书啊，所以就是叫做圣卷。好，这个叫做犹太人的圣经的分类啊。好，但是犹太人他们没有这个部分，犹太人没有新约啊，因为他们不承认耶稣是基督。好，那基督徒当然就是承认耶稣是基督的人。好，然后新约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4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叫4福音，对不对？好，历史书新约只有1卷，叫做《使徒行传》，我们现在都还在写《使徒行传》的历史。啊，那个分支就是这个大公教会，一直到这个2000年前的初代教会，一直到现在，从卫理公会再分支，我们是卫理公会那个分支的再小分支，那个叫做荣光堂啊，这个叫历史书。好，保罗的书信，保罗是写最多书信的新约的作者，还有3个分类，一个叫做教会书信，就是写给教会的啊，比如说这个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对不对？那加拉太书这个都是到加拉太书，还有那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这个叫做教会书信，给教会的书信。好，监狱书信是什么？是他被关在监狱里面，特别被关在监狱里面写给教会的书信。虽然也是写给教会的，但是那个时间是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所以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这个都是叫做监狱书信。好，然后写给个人的，写给牧师，写给他的这个后面的他的学生的啊，比如说像提摩太，这个就是提摩太前后书、提多、腓利门，这个都是叫做教牧书信，教他的学生怎么样成为一个传道人，怎么样成为牧师啊。好，普通书信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在教会里面什么样的身份跟角色，都可以读的书信，这个叫普通书信。所以不是叫做他们普普通通，不是，是它是可以给所有的人都通用的，这个叫普通书信啊。好，所以普通书信从谁开始，知道吗？希伯来书、雅各、彼得前后书，还有呢，彼得，然后，看一下哪些？希伯来、雅各、彼得前后书、约翰1、2、3，还有到犹大书，啊，这个叫做普通书信。好，启示录就是最后的启示书，就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的，这个叫做启示录啊，启示书。好，所以这个就是大致上的新约跟旧约的分类。好，但是中间为什么特别写一个加号，知道吗？这个其实不是加号，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来了。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才有旧约跟新约的出现，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啊，所以如果你在做圣经分类的时候画上这个加号，你就说哦，原来我们的圣经就是旧约加上新约，就是这个我们所使用的圣经啊。好，到这边可以吗？对，好，应该大致上至少其他的忘记的话，这个应该要比较深刻记在这个脑海里了啊。好，那我们就要准备进到这个旧约的最后2卷，上完很快就要进到新约了啊。好，我们要进到旧约的最后2卷书，请看这个202页。好，202页撒迦利亚书。好，请看一下撒迦利亚书202页。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犹太人他们的名字都有它的意思啊，请大家看一下作者的地方。撒迦利亚的意思是什么？是叫做神必纪念啊，
撒加利亚的意思是神必纪念啊，所以各位知道，在那个新约其实有一个人叫撒加利亚，他的儿子就是施洗约翰，各位知道有一个祭司啊，就是叫做撒加利亚啊。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神必纪念，这个人叫神必纪念。好，好，撒加利亚书有一个什么特别的地方？各位，请看一下，他是所谓的叫做异象先知当中的一位。好，异象先知有哪几位？请大家看一下，圣经中的异象先知在作者的地方倒数第2行那里，有看到吗？好。圣经中有4个会看到异象的先知，所以你可以在读他的书信里面，或是读那个先知书的时候，会看到他有一些异象，比如说像这个以西结啊、但以理啊，还有这个叫做撒加利亚啊，这几位都是好。使徒约翰他看到了什么？他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使徒约翰也是一个异象的先知啊。不是那个使徒约翰是那个启示录，对不起，启示录不是那个施洗约翰啊。好，所以使徒约翰也是那个看到异象的先知啊。所以撒加利亚、还有以西结、但以理跟使徒约翰都是看到异象的先知啊。好，请看一下撒加利亚，他是比哈该还要稍微晚一点的。他们其实都在谁的时期？都在尼希米、以斯拉跟尼希米的时候。好，以斯拉跟尼希米，各位还记得这2个人吗？一个是做软体工程的，一个是做硬体工程的。好。硬体工程的就是这个尼希米，有没有？盖城墙52天把城墙盖好了，那个叫做尼希米啊，那个是历史书里面有个叫尼希米。好，这个以斯拉是谁？以斯拉是一个文士，是一个祭司啊，所以他负责做什么？他负责读圣经，教导圣经啊，或是指导人民遵守圣经的话语。所以以斯拉是着重在软体的部分。这个尼希米是着重在硬体的建设的部分上，所以其实教会里面软体跟硬体都需要有，特别现在这个时代更是需要这样。如果在这个大热天，如果没有冷气可以吹啊，如果没有好的空间可以使用，那他们就是虽然圣经读得很好，但是会心烦气躁，对不对？好，但是呢，如果你有很好的礼拜堂，但是没有很好的圣经教导做配搭，那就没有意义了，那个就只是一座建筑物的地方。好，所以软体跟硬体在圣经里面都是相当重要的。好，那这个撒加利亚有一个什么样的重要的事情？因为当时的人他们已经不想盖圣殿了，那不想盖圣殿就是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常常讲什么？他说：“阿姨，我不想努力了。”有听过这个话吗？阿姨，我不想努力了。啊，那个就是为什么不想努力？因为这个有很多的困难。你要盖礼拜堂、要盖圣殿的时候，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有一些人会拦阻。好，那拦阻的时候，那就会有什么？就会有人开始就放弃，或甚至是官方就停止盖圣殿。好，所以请大家看一下202页背景的地方。好，撒加利亚蒙召的时候，耶路撒冷的百姓已经因为哈该的信息开始恢复建圣殿了。已经开始渐渐的，他们已经从过去冷淡了，已经比较不想盖圣殿了。后来因为这个大利乌王的这个圣旨，所以他们又恢复盖圣殿。好，然后这个时候撒加利亚又来勉励这个约书亚跟所罗巴伯，就是盖圣殿的第一批这些领导人，然后继续的来把圣殿盖造起来。所以完成圣殿就是这几位领袖人物他们做成的啊，就是这个。约书亚跟所罗巴伯，约书亚是祭司啊，所罗巴伯是第一批带领以色列人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领袖。
好，再加上这个哈该跟撒迦利亚这2位先知，所以当时就把圣殿给盖造好了。所以这个是当时的一个背景。好，那请大家看一下203页。好，这里就提到这个撒迦利亚他所看到的几个异象啊，这里面几个异象。好，那请大家就自己看过去就可以。好，但是呢，有一个重要的信息，请大家看一下，在这个203页的这个最下面的第4个信息的地方。好，这里提到有一个东西叫做禁食祷告，各位看一下，在第3个地方4个信息的地方的第1个，犹太人在被掳的70年中，虽然定期举行禁食，但是在神眼中他们是毫无悔罪之心的。这个就是我们讲说，你有外在的行为，但是没有内心真实的悔改的那个状况。所以这个很像什么样的东西？保罗还有这些众先知常常在提醒这个事情，就是你外在虽然口里承认，口里这个敬拜上帝，但是心里却远离上帝，或者是保罗常常讲的就是只有注意那个律法或是外在的行为，但是没有注意内心真实的悔改。所以为什么这里说禁食，但是在上帝眼中是没有悔罪的心？所以我们在各位有机会如果看那个好消息频道的时候，容许牧师这样说了啊，不是牧师不看重禁食祷告，有时候我们的禁食祷告已经沦为一种叫做仪式，或者是一个叫做行礼如仪的东西，或者是动不动就想到我们用禁食祷告来摇动上帝的手然后好像要逼上帝，要透过禁食祷告来逼上帝做什么事情。会知道像那个很多政治人物，他要达成某一个诉求的时候，他都会也都会禁食，都坐在地上，好像要要求那个执政掌权者要改变你的政策或计划那我们很多已经变成类似像这种状态，就是好像透过这种行为模式来要求上帝。那个政治上面是用这种绝食的方式来要求执政者，但是基督徒是用禁食的方式来要求上帝。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很恰当的方式跟行为那我刚刚讲的不是说禁食不好，是禁食它有它的一定的原则跟原理，它有一些的事情是要去做的这个以后等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来述说这个事情。所以为什么禁食祷告，虽然他们禁食，但是上帝并不听，因为他们在这个外表跟他的行为上跟心里是不一样，有外在的禁食，但是没有真实的悔改。好，204页。好，这里就提到了第4个，有没有？这个阿拉伯数字的4以色列人以往禁食悲哀的日子，将成为欢喜快乐的日子。以前这种禁食的日子是很痛苦、很辛苦的。好，但是这个撒迦利亚先知把它重新做了解释，你要回归到上帝的心意的里面，以至于他们能够重新能够得到复兴，将来他们就必要再像那种禁食的那种日子一样，那种悲哀的样式，他们要成为欢喜快乐的日子。然后万国列邦都要来到耶路撒冷来敬拜上帝，这个就是撒迦利亚他看到的一个信息跟一个意象好，这个是撒迦利亚的主要的一个信息。好，撒迦利亚书里面有几个重要的一个经文，请大家也稍微翻一下预言耶稣要骑着驴从这个耶路撒冷城进入的这个画面，在什么地方有？在这个撒迦利亚书。好，请大家看一下，翻到撒迦利亚书的9章第9节。请看一下撒迦利亚9章第9节。撒迦利亚到耶稣的时代已经将近
450年，所以你可以看到他预言450年后有一个这个骑着驴驹进来的一个王。好，我们来看一下第9章第9节，好，一起来念一下9章9节，一起念来。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好，所以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还记得吗？那个场景有没有？耶稣进城的时候，他是骑着驴驹子。好，那特别为什么叫驴驹子？驴驹子是驴跟马的混合的这个品种。好，那通常他们有马的力量，但是又像那个驴一样比较耐操了啊，所以这个驴驹子是有这个用意在的。但是通常是谁会骑驴驹？就是服务人民的这个公仆，或者是说我们说那个叫做服务人民的君王，他才会骑着驴驹子。一般通常是战士的话，比如说打仗打胜的话，通常都是骑马进城的。好，所以以色列里面有谁曾经骑过驴子进城的？大卫的儿子叫所罗门，对不对？所罗门他这个骑着驴子进城的时候，群众都欢呼来迎接这个王，所以所罗门也是第一个叫做没有手沾血的和平的王进到耶路撒冷城里面。好，所以骑驴驹子它有一个用意在，就是代表这个国王他是和平的，他是带来和平的，他是带来平安的，他是带来祝福的，他是要服务百姓的。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啊，所以骑着战马跟骑着驴是不一样的一个角色跟态度啊。好，还有这里也预言过，耶稣被30块钱出卖了啊，请大家看一下11章，有人出卖耶稣，用30块就卖了耶稣了。啊，这里就有提到，请看第11章的12节到13节。所以各位其实如果在等一下新约圣经看的时候，如果有碰到那段经文，就可以把这个给写上附上去，就知道那个对应的经文在哪里。11章的12节到13节，你会看到30块钱就卖了耶稣了啊。好，来看12、13节，一起念来。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估定美好的价值丢给窑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了窑户。好，这个就是在记录耶稣被这个出卖，然后用30个银币就把它给卖掉了啊。这个30块钱，我们现在看起来是30块，其实30块就是相当1年的工资了。他们当时的1年的工资，就是我们这个现在最低薪资的1年的最低薪资啊，也是一笔为数不少的钱，所以就把耶稣给卖了。所以这个犹大卖耶稣的那个30块钱就在这里啊。好，然后预言耶稣被这个杀之后，他的门徒就四散了。请大家看一下13章第7节，撒迦利亚13章第7节。他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啊，撒迦利亚书13章第7节。好，大家一起念一下13章第7节，一起念来。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啊，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好，所以耶稣曾经说：“他说这个圣经里面已经提醒说。”这个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啊，就是这里。所以这个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门徒就纷纷都四散了。所以你看，在耶稣这个被钉十字架前450年就已经有预言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当让人感到很惊讶的事情，居然在旧约圣经里面。
有许多的应验都在耶稣的身上就成就了。好，这个是撒迦利亚书所以这个撒迦利亚书其实也是一卷这个新约圣经里面常常会引用的书信。好，到这边可以吗？那个犹大把耶稣30块就卖了，这是只卖给那个税吏吗？不是，30块把耶稣给出卖了，就是这个圣殿里面这些祭司，他们这个看不得耶稣好，因为他会扰乱他们的秩序，所以透过这个犹大拿30块钱给犹大，然后让犹大去出卖耶稣。所以耶稣去那个客西马尼的时候，在客西马尼园里面，这个用亲嘴做记号，说这个就是耶稣。所以那个后来这些兵丁就把耶稣给抓走了。所以那个30块钱是出卖耶稣的代价，出卖耶稣的代价。但是其实30块钱在当时是一个蛮大的，也是一个蛮大的数字。那兵丁抓了耶稣，就是给那个税吏嘛？没有，就是抓到，就抓到那个他们叫公会，我们等一下会提到这个词叫公会。公会那个词是在当时是一个等于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单位，有点像，如果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来说的话，有点像教会里面开执事会，教会里面开执事会的时候判断什么，这个耶稣是这个僭越了他的这个身份，他说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后来众人就很生气跟气愤，就这个撕裂衣服，然后这个好像抓狂了一样，这个祭司就抓狂了，就把他这个关到这个监狱里面去，然后就送给这个比拉多去送审，一早的时候就送审，然后比拉多把耶稣鞭打了，然后又送给希律王，希律王又再送回去，所以前后这样来回，大概鞭打完到上十字架前，大概在早上9点钟就已经完成了。7点到9点那段时间是耶稣被鞭打，然后又送到这个比拉多那边，然后又送回这个希律王，再送回比拉多那里。后来比拉多做一件事情，就是金盆洗手，有没有？后来他洗手表明无辜，说这个人是我开，在洗手，然后就下令把那个耶稣给上去钉十字架。所以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大约是在早上9点多的时候，将近10点的时候，好，大家看到我们等一下新约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个比较更细的内容好，205页，最后一个先知叫做马拉基好，马拉基这个名字也是很有意思。马拉基的意思叫做上帝的使者，或是我的使者所以请大家附注一下，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上帝的使者。或是叫做我的使者，是上帝说这是我的使者。好，205页，马拉基是旧约里面最后一个先知所以这个马拉基之后，就上帝没有说话了，上帝不再说话，所以我们后面会称呼这个时期叫做沉默的400年沉默的400年。但是沉默的400年不是代表上帝没有说话，我们等一下会再做一点说明。其实上帝没有说话，不是代表他不理会这个以色列人，是他给以色列人让他们在没有这些的意象当中，要学习听律法或是学习律法的话，不是在跟随着人的想法，或是跟随自己的想法。好，我们要看到马拉基，请大家在上面复述一下，他是跟尼希米同一个时期的人，
所以它这里面有时间重叠，是跟尼希米的时间是重叠的时间啊。那刚刚我们有提过了，尼希米是做硬体设施的啊，所以尼希米曾经有12年的时间当这个以色列的省长啊，但是后来又回去这个他的老板那里，后来又再回来啊，所以等于这个前后2次，他有回国2次来做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领袖，当时的一个官方的领袖。好，所以请大家看一下205页。205页特别提到以色列人他们从这个巴比伦回到这个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是崇拜偶像，他们有在这个部分上，在偶像崇拜上他们有悔改了，但是他们却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去犯罪。请大家看一下205页的地方。倒数第6行，好，第7行他说，但是以色列人的罪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出来。他说里面有忘却上帝的恩典，藐视神，没有敬虔的，没有虔诚的心，不遵守神的律法，向弟兄甚至妻子行诡诈，其实就是抛弃原配，然后去再娶太太的啊，这个叫做行诡诈，然后甚至是出卖自己的太太，把太太卖掉去当那个特种行业啊，或是夺取神的供物，就是没有奉献，没有在上帝面前真实的奉献，然后对上帝有一些抗拒或者是顶撞的话，这些都是马拉基的时期的时候，这些的犹太人他们的犯罪。其实这个也给基督徒有一些提醒，有时候我们可能不一定会像这些没有信主的人一样会拜偶像，或者是去拜其他的神灵，但是我们却有可能会是像这里面提到的几样，比如说会忘记上帝的恩典啊，藐视上帝啊，没有敬虔的心，不遵守律法，还有向弟兄甚至妻子行诡诈啊，夺取神的供物，顶撞神，这些都有可能会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这个得罪上帝或犯罪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所以马拉基是特别来提醒这个当时的人，这样的一个犯罪是得罪上帝的，然后要求当时的人要悔改。好，所以这里常常会引用的一段经文，就是我们常常在讲11奉献的时候会出现的经文。好，但是我们要先来看一个部分，就是这里提到有关婚姻的教导，请看一下马拉基书的2章15到16节，还有3章5到15节。好，最后一卷书马拉基。很好翻啊，其实马太福音的前面就是马拉基书。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对于婚姻的教导有哪些的犯罪，在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所出现的，在2章的15、16节。这就是他们犯了重婚的罪，就是他们把那个年轻的时候娶的太太给撇掉，然后又再娶很多太太啊。所以其实，在圣经里面，这个多妻也是一个犯罪的事情。好，马拉基2章15到16节，好，请读一下15、16节，一起念来。虽然上帝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
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这里很明确的提到一个事情，就是对于这个婚姻的一个设定跟限定，其实这里就提到的就是对于这个休妻，或者是对于这个另外娶太太，这个撇下幼年的或是年轻的时候娶的太太，这个都是他们当时的一个在婚姻上一个很不圣洁的地方。所以曾经有过，我曾经讲过一个例子，就是曾经有过这个以色列的以色列人的门徒问老师说，什么叫做圣洁？应该是老师啦，老师问学生说，什么叫做圣洁？这个其实也可以问一下大家，你在你的想法当中，什么叫做圣洁？圣洁的意思是什么？神圣洁净，心里很纯良，心里很纯良，纯良。你的意思是说很专一吗？还是很单纯？很单纯，纯良。OK， 好，还有呢？洁身自爱。洁身自爱。OK， 非常好。还有呢？守节心清，表里如一。表里如一，守节心清。这边都很好。还有呢？有没有谁有想到圣洁是什么？这个等一下我们就会跟大家来说明啊。这个洁身自爱，洁身自爱，都很不错，但是稍微有点抽象的点，对不对？好，没有被罪恶沾污，没有被罪恶沾污，非常好。好，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事情，就是到新约的时候，新约的时代里面，拉比跟学生门徒，他们常常在课堂上就是在讨论这些东西啊，圣洁是什么？啊，或者是神圣的意思是指什么？所以像刚刚各位都有提到自己的认为的这个圣洁的意思，对不对？好，那所以他的学生，这个拉比的学生，他们也常常说，圣洁是什么？去做礼拜啊，读圣经啊，祷告啊，敬虔爱主啦，好，类似像刚刚各位讲的东西。好，可是这个拉比，他讲了一个东西很吊诡，而且是很实际的。他说圣洁是什么？圣洁叫做吃饭、睡觉。好，知道什么叫吃饭跟睡觉吗？该做什么做什么。孔子曾经讲过有一个词，其实可以跟这个有点类比。孔子曾经有一个词叫做慎独。好，慎独是什么？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在做什么？知道那个意思吗？一个人的意思就是我让看你而息了。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做什么？好，所以为什么这个拉比说圣洁是吃饭跟睡觉？以色列人他们的吃饭的饮食是很有秩序跟很有规律，而且是要合乎律法的。我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但是各位知道，像我们有接触过有一些外佣，如果你知道像那个穆斯林有没有？他们要吃有那个叫什么认证有没有？清真认证的那个，他们有一个词，我忘记那个词叫什么，
叫什么哈什么，一个名词，那个就是那个清真的认证，就是这个东西是保证是很洁净的，是很圣洁的。那为什么会说这个是很洁净跟圣洁的？第一个，它一定不含猪肉制品，因为穆斯林他们不吃猪肉，对不对？好，第二个，它一定不能带血，为什么？因为穆斯林里面他们的这个可兰经跟旧约圣经里面的有些内容是很相近的，包括血不可以吃。好，所以他们在所谓的吃肉的时候，那个血是一定要放干净的。所以你没有放干净的话，没有处理干净，他们是不能吃那个东西。所以啊，那个好像叫哈拉认证啊，就是你吃的这个东西是要合乎圣洁的，合乎那个礼的，或是合乎那个饮食原则的、信仰的原则。所以有的人他恐怕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他就会去吃那个不应该吃的。可以了解意思吗？比如说像，如果对我们华人来说的话，猪肉制品可能是我们经常吃的嘛，或者是猪血血类的东西，我们也都常吃啊。但是假如你今天是在你的信仰里面，你没有，就是你不能够吃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有没有按照那个信仰的原则不吃这些东西？公开场合人家看得到，你可能会遵守，但是你一个人的时候，因为吃饭的时候可能恐怕不会是，除非是去参加宴席，要不然恐怕都是只有一个人。那你一个人的时候，有谁看到？你会不会在没有人看到的时候，比如说，如果这个火腿金华火腿很好吃，会不会在我的菜里面多放了2片金华火腿进去？好吃啊，对不对？这个鸡汤里面加2片火腿进去，好吃的。对，可是那个是他们犹太人或是穆斯林不能吃的。这个叫吃饭，对不对？睡觉是什么？你在睡觉的时候，你旁边躺的人是谁？是你的太太呢，还是别人的太太呢？还是另外别的女生？所以吃饭跟睡觉，这个拉比认为最直接的表达就是圣洁，就在这里。所以圣洁不是很远的，圣洁是你的生活就在显出你是不是按照上帝的话去行。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所以很多人把圣洁讲得很玄乎好像那个只有在某一个时刻，其实它就是你人里人外，你内外是不是都是一致的？人看到的时候，跟人看不到的时候，你是不是都是一致的？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所以这个拉比在跟学生做这个教导跟辩论的时候，圣洁是什么？吃饭、睡觉。所以你的圣洁是否行在你的生活当中？你的圣洁的生活有没有在你的所行的一切事上都能够显出那个圣洁的样式？我们卫理公会最强调这个东西就是叫做圣洁，所以很多人把圣洁把它负面表列就是比如说十诫里面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什么，这个叫做负面表列。但是耶稣说了什么？耶稣说，爱上帝跟爱人是律法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所以卫理公会把它浓缩成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叫圣洁？卫理公会的较好的定义就是圣洁就是爱上帝跟爱人。圣洁，如果我们用正面的去说的话，什么叫圣洁？爱上帝、爱人，就是圣洁。但可以了解意思吗？你爱上帝，你就不会去做上帝所不喜悦的；你爱人，你就不会去做伤害人的事情。所以十诫里面通常都是负面表列，对不对？如果是正面表列的话，圣经里面第一条诫命说什么？除了耶和华以外，你不可敬拜别的上帝。如果你爱上帝的话，除了耶和华上帝以外，你不可有别的上帝。
如果你爱上帝，那就当然心里就不会有别的神了。如果你爱你的配偶，你爱你的太太，你爱你的这个先生的话，那么你的心中就不会有别的男人，不会有别的女人的存在。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好，所以爱上帝跟爱人这个部分是相通的。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所以卫理公会对于圣洁的解释是爱上帝、爱人。好，这个只是另外再给大家拉出来啊。好，再来就是我们要看很精彩的这个时常在这个讲奉献的时候会提到的经文啊。好，请大家看一下第3章的8到11节，8到12节啊。好，我们来看一下11奉献，在这里讲的最清楚。为什么？因为到这个马拉基的时候，那时候的人也开始不11奉献了。为什么？因为只顾自己的事，不顾上帝的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马拉基书的3章8到12节。好，我们来念一下8到12节，一起念来。人岂可夺取上帝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1/10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1/10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的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所以这段圣经里面把11奉献的祝福跟没有11奉献的咒诅都讲得很清楚了啊。好，这里提到什么？他说：人岂可夺取上帝之物？所以11奉献具体的来说，它是属于上帝的。啊，就是从以色列人的观点来看，11奉献是属于上帝的。他说，当时的人他们夺取这个上帝的供物。好，然后这些人还问说，在什么事情上面夺取你的供物？好，他说在1/10和当献的供物上。好，所以他们当时除了1/10，还有一些的奉献，这些东西都是要送到这个圣殿里面去，作为奉献给上帝的使用的东西啊。好，所以第9节他说，因为没有11奉献的缘故，所以咒诅就临到他们的身上。好，哪些的部分是属于咒诅？好，我们来看一下，在当时的时候，对不对？在11节的地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蝗虫是一种咒诅，因为农作物种了，然后如果蝗虫吃掉就没了啊，所以蝗虫是咒诅，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这个是用正面表列的，就是他斥责蝗虫，其实就是蝗灾，可以避免这个蝗灾啊。好，避免这个蝗虫吃掉土产，还有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所以表示它是可以，葡萄可以成熟在树上，它不会营养不良的哈，它是营养很好的，所以它可以成熟在树上。然后万国要称你们是有福的，你们的地必称为喜乐之地。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赚钱赚很多，但是存不了钱？这个其实就是咒诅。在圣经里面，你赚很多，但是存不了钱，那其实是咒诅，就是有点像口袋破了，有没有？那个蝗虫吃掉，就有点像你赚很多，但是从破洞的地方流出去，那个就是咒诅啊。好，所以如果
献了1/10，或者是这些当纳的供物的时候，会有哪些的祝福？第10节他说：“你们要将当纳的1/10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他说：“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所以，当我们把11奉献到上帝的家里面的时候，上帝要给我们的是这个敞开天上的窗户，甚至是倾福，用倾倒的方式，让我们可以多到没有地方可以放。所以这个是上帝给的一个祝福。好，那请大家特别注意那个使我家有粮，这个最后用3分钟的时间稍微跟各位稍微解释一下。以色列人他们在家庭的关系里面，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东西跟华人很像，都知道台湾人是这样，就是如果你是家里的长子的话，通常都会得双份。听得懂意思吗？你如果是家里的长子，通常都会得双份。以色列人他们也是这样，如果你是家里的长子的话，你继承父亲的产业，通常都会得到双份的那个就是遗产。比如说像那个路加福音15章里面那个浪子有没有？其实小儿子分到多少的父亲的产业，知道吗？分到的是1/3。2/3是谁的？2/3是大儿子的。好，然后为什么大儿子要比较多的产业？为什么？因为大儿子要继承家里面的那个产业，他才能够有足够的钱，有足够的能力去照顾家里的弱势的人。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所以为什么你要分得多？因为你有责任，你要去照顾家里弱势的人。好，那家里的这些其他就是家里的成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工作、你的赚钱要回馈到这个家里面来，让这个家能够有足够的钱，让这个族长、让这个家长可以有钱，可以帮助那个家族里面最弱势的人，也就是人人都要有饭吃啊！所以你赚钱，你为什么要奉献？因为你要让上帝的家，你要让这个家的家长能够有钱可以用，然后帮助那个弱势的人，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所以族长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族长他为什么会得到双份的祝福？因为他要得到这个多的祝福的时候，他才可以供应在有需要的人身上。那但是我们华人很糟糕，就是长子得双份之后就不顾其他的兄弟姐妹了。所以其实很多人忘记说，你得双份的用意是你得的多，是因为你要照顾家里面的需要的人。好，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的概念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说以色列人他们平均的那个财富，就是他们比较少有穷人，因为他们会做一件事情是，你让家里能够有粮或是有这些的钱的时候，让家长可以分配这些钱去照顾弱势的，或是照顾这些叫做鳏寡孤独的人。好，所以以至于让这些鳏寡孤独的人有人照顾，所以他们的社会关怀是这样做的，让家长有钱可以去供应在弱势的人身上。所以以前哪些人最弱势？寡妇。刚讲鳏寡孤独，对不对？还有谁？这些利未人，因为他们没有产业，所以这些都是由谁在照顾？由这个族长或是家长来照顾这些的弱势者。所以没有产业的、贫穷的，都是由这个家长来照顾。那谁能够供应这些人这些的钱？就是有能力的人赚着钱之后，你的奉献回到家里面，让家长可以运用这些钱去照顾有需要的人。所以这个叫做一个好的循环。当教会有钱可以使用的时候，就能够照顾有需要的人，让他们可以得到帮助。所以原本的一个设计是这样。好，所以各位知道，像德国他们在做那个社会关怀或社会福利的时候，他们不是有一个社会局去做，不是，他们是交给谁？交给教会做，因为教会才会知道你社区里面最穷困的人在哪里，
所以通常像德国他们的做法就是把这个税收里面的有关于做社会福利的部分，就由当地的教区或是由当地的教会去做这个社会福利的工作。所以其实教会有这样的责任，要去照顾贫穷跟弱势的人的需要。所以为什么要让教会有够多的费用可以使用？因为让他们可以照顾有需要的人。这个是一个家庭的概念。好，我们先下课休息10分钟。